华章万天生神力，一支长刀舞起来，威风凛凛，就是像传说中的猛张飞。虽然力大无穷，容易夺得先机，却也有弊端。天生力大的人往往心态浮躁，影响速战速决。只要你小心应对，4两拨千斤，少露破绽，用拖字诀令其分心，便有取胜把握。这个代价别的地方都懂，说我论技巧，倒惊我本。经过3轮筛选，留在场上的武举已经寥寥无几。只要杨树打败这个卓超然，便能进入决赛回合。可是进入决赛回合的只有2个名额，那个常胜已经拿了1个。代官，这场你可一定要赢啊！多谢相救，我输了。承让。大家都静一静，静一静。本官宣布，沧州的常胜，南华庵的杨树，2人已进入决赛回合。2人将比试射箭、徒手与兵刃，胜者便是荆轲的武状元。哎呦，这个好戏看，杨秀全要来。发弓箭。
南华安杨树生。这个人武功的路数不太像中土门派。说得对，此人的确古怪。第3日比赛，双方持兵刃对决，刀剑无眼，死伤勿论。今日杨树好像信心满满，难道他已经悟出了华安剑法心得？自从昨夜下了西山，他便一言不发。但是我从他的眼中能够看出，其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。世子，董姑娘不肯来呀？你看，不来就不来吧。与素未谋面的生身父亲相见，他的心必然是乱的。不来也罢。好，比赛开始。
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新科武状元，那朕便封你为靖海将军。微臣接旨。虽说平生作恶多端，可这黄绍生在临死之前还能良心发现。这封信的确是李锦中写的。有了这封信在手，阉党的死期到了。父王，现在咱们就来商量一下，如何将这证据面呈皇上。王爷，王爷，谢大人父女回京了。哦。有办法了。哎呀，王爷，想不到我父女才离京数日，您就运筹帷幄，拿到了阉党通倭的新证据啊！受李锦中这个逆贼的挑拨，我们父子俩，皇上是避而不见的。可此事关系重大，必须面见皇上。那就有劳谢姑娘跑一趟了。请王爷放心，小女知道这是一件大事，一定在皇上面前拼死进言，让皇上知道王爷还有世子是一片忠心。那就谢谢你了。
臣君替父王、替皇上、替大明江山，谢谢谢姑娘。朕的皇帝怎么了？皇上，他好像吃错了什么东西，今日没精神。偏偏是这只叫的最为动听。如果他死了，朕又少了一件赏心乐事。皇上，你别着急，他不会死的。广波、如意，快去御膳房拿点薄荷叶过来，快去。哎。皇上，他没事。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是我，喂了他一点罂粟籽，他吃醉了，所以没精神。你大胆！皇上，洛英有重要的话要跟您说。都下去吧。有什么话，起来说吧。皇上，洛英是受家父和惠王所托，有一封重要的信，请您圣目预览。这信，此信乃9000岁亲笔所写，这信上有他的私章，信中内容能证明他指使黄超生暗中通倭，密谋反叛。皇上，9000岁假借联姻之名，就是为了挑拨您和惠王的关系，请您要相信惠王啊！朕一时气愤，差点上了李锦中的当。洛英，传朕口谕，宣惠王进宫。遵旨。恒伯，你说皇上他拿到了咱家给黄超生的书信？没错。9000岁，请您早做打算。谢将军，臣在。朕命你速与马千秋携带密诏，在3日内前往漠北，将征北将军及大军全部召回，在京城外安营扎寨，待朕的金牌令一到，即刻率军进城，按计划行事。臣接旨。叔王，臣在。朕手书讨贼诏书，交于叔王保管，待3日后朱里联姻大典上，通倭逆贼李锦中及其党羽悉数到达之后，朕置碑为号，3军擒贼于大殿之上，叔王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将阉党累累罪行公布于天下。臣接旨。谢大人，此去一路山高水长，你要多保重啊！马大哥，虽然你我不是兄弟，但胜似兄弟，所以你要多保重啊！早去早回。老夫与杨硕的父亲是多年世交，千秋啊，也是我一手抚养长大，与我情同父子。如今你们2位是情深义重，老夫也为你们开怀啊！我看今日艳阳高照，何不就地搓土为乡啊，结拜为兄弟如何？好啊！哎，马大哥，不如我们结拜吧。且慢，谢大人，我与他2人交情匪浅，共历生死，如果要结拜的话，也算我一个吧。世子，这个，你这千金之躯，兄弟，交的是心意，就不要提什么贫富贵贱了。我儿说得好啊！我看你们3个就此再献一个桃园3结义。好，好。我们搓土为乡，结兄弟之义，愿老天庇佑。苍天在上，我朱宸君愿与杨树、马千秋2人结为生死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丹心耿耿，苍天可见；丹心耿耿，苍天可见；丹心耿耿，苍天可见。
师弟，我特地前来告诉你一件事情。皇上颁旨，令你我在京西稍后数日。皇家近日要有一件大喜事，因此让你我南北华安众僧留下，要为喜事庆典诵经祈福。皇家喜事？听说皇上降下旨意，将9000岁的养女指给世子为妻。惠王与9000岁联姻？竹野先生，令高祖小池不慎失手，令武状元滑落他人之手，还连累杂家面临大难。杂家也算是享受了半生的富贵，死不足惜。可是杂家跟你大帅定的盟约，都要付之东流了。可惜，真是可惜啊！恕在下无能。不过请9000岁放心，现在离大婚之日还有数日，我们还有机会力挽狂澜。你这几句话是说到了杂家的心坎里了。如今杂家有一计策，需要竹野先生帮个小忙，请9000岁明示，在下一定竭尽全力。好像是一群女人在哭啊，这个声音时有时无，断断续续的，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呢。哎，你们听见没有？我听见了，我也听见了。这不会是闹鬼吧？别胡说八道的。就是。啊，师傅，如此深更半夜，这哭声从哪儿来的？好像是从寺院外的柳树林传过来的，恐怕有良家妇女蒙难了。师傅，咱们赶紧去救人吧。救人要紧。师傅，在前面，在那儿。来人，救救我们啊！救命啊！来人，救救我们！师傅，就在前面，走。快，在这儿。怎么会这样？是。天哪！究竟是何人如此狠心？这位高僧，民妇本是山脚下莲花村的，只因为家人为争抢水井，与邻居起了争执，他家汉子便起了歹心，故就把我家男人给杀害了，并把我们夫人捆绑在这山野林中。佛祖显灵，遇到众位高僧，快救救我们吧！快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快给他们解开！快解开！这可是我们东瀛最好的迷药，就算你是大罗神仙，也非到不可。参见9000岁。杂家要看的是那易容面具，带来了吗？都带了。千岁，请看。让7个孩儿出来吧。是，快过来，让9000岁看看。参见9000岁。胖瘦高矮都很合适，给他们扮上吧。是。
9000岁，装扮好了。好。真是天衣无缝啊！好，你们回戒台寺吧。2天之后大婚之日，按计行事。是。顺，你们跟杂家斗，哼，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啊，掌柜的，哟，怎么又来找东西啊？啊，她昨天晚上又没回我家。虽然她下注赢了些银子，可是她是个女孩子，住在外面多不安全啊。有吧，在那儿了吗？啊？哎，喂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找你啊！这几日我师兄他们都在西山，等着世子跟李小姐完婚之后，师父和师兄他们就要回九岩山了。到时候我也奉旨南下洪州，谁再陪你去西山啊？我为什么要去啊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三师兄就是你的生父，难道你不想搞清楚自己的身世吗？我恨他。当年我娘有孕在身，他却不辞而别，这不就是始乱终弃？我童年凄苦漂泊经年，全都是拜他所赐。你别说了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三师兄不是那种人。哎，走了，快！三师兄，哎，三师兄，我把斗西给你叫回来了。原来是小师弟啊！你不在城内家中待着，来这儿做什么？哎，三师兄，你着凉了吗？怎么声音变得沙哑了？是有点着凉，嗓子哑了。斗西，来啊，三师兄，我把他给你叫回来了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远道而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好啊，还叫我施主，你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也能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毫不相干。喂，东西，你别走啊！哎，三师兄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又把他惹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东西，东西。我心无意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了。喂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等什么？他见到我就像见到陌生人一样，根本就没有半点分离情分。哎，我是说今天事情非常蹊跷，三师兄他和平常不一样啊！不要再替他解释。哎，董西。哎，不是，你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是说，今天看到的三师兄，他不是真的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在九岩山待了这么长时间，跟三师兄朝夕相处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非常熟悉。6个师兄里面，只有三师兄最坚守出家人的戒律。虽然他们都是武僧，可他们从来都不杀生。但是没想到今天，突然看到他随随便便就拍死了一只苍蝇。难道我们刚才看见
念那个同伙，他不是真的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当时谢姑娘说，有一个人易容成世子，然后把吴妃从谢府接走，然后吴妃便惨死在街上。是东瀛的易容术。看来我要想办法试他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阿弥陀佛！师兄们，厉害！小师弟啊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今天我那个朋友董熙顶撞了你，我是带他来给你道歉的，所以啊，在山下买了些素包子，来给你们吃的啊，尝尝吧。好吃！别讲了，这个，正好好吃！还有，哎呀，别讲，给我留一个，别讲。怎么样啊？果然被我们猜对了，现在寺里面的6虎都是冒充的。你就这么有把握啊？对啊，我当时送素包子给他们吃，他们在我面前就这样吃下去了，而且一直连说好吃，他们居然没有发现里面有葱啊！你们华安寺的和尚都不吃葱啊？葱是武荤，通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我师兄们都会非常的注意的。可是刚才，他们一点都没有发现啊！伸手拿包子就吃，难道连戒律都忘了吗？你说的有几分道理，可是没有凭证。还有一个凭证，我说出来，你可不要害怕。哼，我怕？我长这么大，还没怕过什么人呢。师兄们，他们虽然是武僧，可是每天都在做功课、诵经念佛，身上常年熏的都是檀香的味道。可是现在里面的6虎，身上都有隐隐的血腥味。所以必假无疑。那我爹，那你那6位师兄还有师傅，都是被人易容假扮的。现在假的在寺里，真的在哪里啊？不管他们人在哪里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身陷险境。不过我已经有点发现了，你看，这不就是颗佛珠吗？怎么了？这是颗佛珠，但是它是我师父的佛珠。刚才我在寺外的柳树林里发现的，地上还有其他的佛珠，而且地上还有明显的拖拽痕迹。大光，快走啊！还愣着干嘛？顺着拖拽的痕迹，我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。师弟，师弟，起来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的头好疼啊！我们好像中了贼人的埋伏，我们被关进这个山洞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兄，师父，来，起来！师父，下降！师父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戒台寺后山的面壁洞。面壁洞？没错。我们被关在面壁洞了。坏了，这洞口是用千金石封住的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这个洞只要进来，
就没人能出得去。可明天是惠王世子和李简忠之女成婚大典，皇上见不到我们，必然会寻找我们的下落。那伙贼人若是将我们关在这里，恐怕他们已早有图谋。六师弟说的有理，朝廷规矩，王族婚礼大典，我南北华安众僧均要出席。如今我们被扣押在这里，若另有歹人冒名顶替，意图不轨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可皇帝不是认准咱们师傅吗？这音容笑貌，岂容他冒充了？景福，你忘了东营的易容术？易容术？师傅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是被倭寇关在这里的？可能是倭寇，也可能是倭寇背后的9000岁。不管是谁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关在这里，不让我们参加婚礼大典。在婚礼大典上，一旦要出现血光之灾，甚至危及到皇上的性命，那么天下人都会认定是南华庵僧人所为。阿弥陀佛，大师，您为何去而复返？您不是带着6位高徒进城去了吗？小师傅，刚才那位心腹大师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在半个时辰之前。师傅，必须拦住他，马上进城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小姐，这可是皇太后亲赐的红绣鞋，你不能剪呐！别管我，我非把它剪碎了剁烂，就不嫁，不嫁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想干嘛呀？把衣服脱下来。啊，快脱啊！咱家小姐啊，要嫁给世子了。是啊，到时候一定很热闹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哎，咱家这小丫头性子烈呀，把嫁妆搞成这个样子。哎，巧儿，巧儿，巧，您看，哎呦，女儿啊，哎，你看你怎么躲在这里呢？哎，巧儿，千岁爷，我马上带人把小姐给找回来。啊，不用。明天这个场合，月儿能躲一躲更好。连萧儿咱家都吩咐过，让他出城去避一避。万一明天出了事，至少咱家这一对儿女还能逃出升天呢。哎，给他送报。哎啊，乔儿啊，你听着啊，明天你就穿着这身大红嫁衣，盖上红盖头，代替小姐出阁啊。可是我不敢。你放心好了，明天的婚事
成不了事儿。点这些吧，快点上菜啊，我饿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大掌柜的，刚才楼上那姑娘，您没觉得她眼熟吗？是9000岁府里的千金。啊，是。她明天不是要当新娘了吗？怎么跑咱们这儿来了？莫管他人闲事，去忙你的去。好。哎，大人，那几个和尚跑了。你们2个奴才，居然放走了朝廷要犯，该死！把京城所有的街道给我封了，一个闲人都不许放过，挨家挨户的给我搜。是。掌柜的，背后杨上去。哎，不是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怎么你跟这些大和尚这是来？一言难尽啊！外面街上全被东厂的人给封住了，我们无路可走啊！那这样，我们这2楼包房啊有一家轿。哟，糟了，包房里头还坐着一姑奶奶呢。啊？谁呀？9000岁的女儿，李音月。不错。哎，师傅。哎，姓杨的，不是你啊？还带着一群大和尚，出家人也出来吃酒啊？对不住了，你碰到我们，就只能委屈一下你了。你们要干嘛？啊？阿弥陀佛。各位请放心啊，这里应该是很安全的。不过，如果各位相信在下的话，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说明白了，也好让我邹鼎知道，今日究竟是卷入了一场什么样的麻烦里。各位，这位大酒缸掌柜邹鼎，其实就是我大师兄，我们同为天下第一帮盐帮的弟子，大家尽可以像相信我一样的相信他。大师，我只是点了他的睡穴，这样他便什么秘密都听不到了。阿弥陀佛。邹大侠，老衲和几个徒弟被卷入了朝廷的一场阴谋之中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向惠王和皇上报信示警。父王，谢大人和马大人已经调来漠北的大军，现在就在城外驻扎。您看，明天的事情得办得妥妥当当了。您老人家放心，都准备得妥妥当当的。咱家放不了心，华安寺那帮秃驴就被他们给溜了。庞庆已经带着人把京城所有的街道都给封锁了，正在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。就算他们能够躲得过今天，明天也难以进入皇城，不会坏咱们的大事。绝对不能。是。咱家的脑袋、你的脑袋和全家的脑袋，都赌在明天的婚礼上了。皇上，漂亮吗？漂亮。您看，太后命人给您做的这身新龙袍，这针脚，这五爪金龙，绣得栩栩如生呢。好，朕今天就要穿着这件新的龙袍，去惠王府参加世子的婚礼大典。参见9000岁。起来吧。谢9000岁。皇上和皇太后出宫了吗？
是，现在外城那边挤满了要进内城看热闹的百姓，小的担心，如果再不放行的话，会闹出乱子。婚礼是辰时开始，那就让他们卯时3刻开门放人吧。啊，是。大师，邹德侠，你见到惠王和谢大人了吗？这东厂的人呢，把从外城到内城那个门守了整整1夜。我这大酒缸在外城，根本进不了内城，更别提见着惠王了。那可怎么办？现在天都已经亮了，过不了多久，婚礼大典就要开始了。别着急，我听见守门的兵士说呀，他们上面下令了，说是在卯时3刻撤岗。卯时3刻？哎，婚礼大典在辰时开始，也许还来得及。众位高层啊，你们这身行头，这让东厂的人一眼就能给认出来。我找了些衣裳，你们大伙儿先给换上吧。啊，好，来。众爱卿平身，谢皇上。臣恭迎皇上、皇太后。诸王堂兄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朕与太后前来讨一杯喜酒喝。啊，臣不胜感激之至啊！朕还请来南北华安的高僧为这对新人诵经。谢皇上。师傅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稍安勿躁。皇上，从来没见你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呀。狮王，这新娘子快到了吧？朕好像远远听到了喜庆锣鼓的声音了。皇上，迎亲的队伍还远呢。那可能是朕心里太高兴了吧。堂兄，听说新娘子很漂亮，朕的心里也替你感到高兴啊。谢皇上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心里也高兴，多谢皇上。皇上，老臣嫁女，承蒙皇上、皇太后大驾光临。
老臣之时，诚惶诚恐。今天你是岳翁，朕是来喝喜酒的，不用这么多规矩。是。李公公，今天你和叔王是亲家，上来和叔王站一块儿吧。臣遵旨。王爷，咱家的女儿配你的儿子，这看上去小两口可真是天造地设呀。是啊，很般配呀。咱家的宝贝女儿就要进你们家了，你这当公爹的准备了什么见面礼呀？哎，拿出来嘛，给咱家开开眼嘛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啊！给儿媳妇的见面礼早就准备好了，可是放在后宅了。那我就去，咱家在这里等你啊！好，哎，坏了，我光顾着准备婚礼上捉拿阉党的事项，竟然忘了虽是假戏，但还得真唱，别让这条老狐狸起了疑心。小姐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哦，去吧。王爷。王爷。对了，你是谢姑娘身边的丫鬟吧？小女子横波。我家谢大人让我来转告王爷。待会儿便要与阉党兵戎相见，他动起手来会伤到王爷，特意让我送来一件金丝护心甲，请王爷穿上。哎呀，谢大人想得周到啊！让横波替王爷更衣。好。好啊，真好。后退后，能不能过？同学们，不能过去，不要，不能过去，后退后，后退过去，我们有急事，能不能拖误一下，让我们先过啊？9000岁有令，惠王犯上作乱，王府四周不能停留，快走！走啊！犯上作乱，师父，魏王威仪，冲过去！我等虽是方位之人，但不能眼看忠臣被人所害。此次世家元首，绝不能漏我南华安行藏。是。一拜天地，二拜皇帝皇太后，三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皇上，臣有事启奏。惠王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不，叔王，有事请讲吧。是，皇上。老臣有一要事禀报。
皇上，皇太后恕罪，微臣救驾来迟。华安高僧怎么会行刺朕呢？皇上，老臣怀疑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华安寺的高僧，是假扮的。王清在，给咱家查清楚。是。皇上，人皮面具。原来不是华安高僧，那他们是什么人？继续查。是。皇上，发现一块腰牌，呈上来。惠王，怎么惠王府的腰牌会在刺客的身上？太后，皇上，皇上和太后，这里面一定有鬼，请明鉴。行了，这里不安全，赶紧把皇上送回宫去。母后，这不走，这里一切纷乱繁杂，只要弄个明白。不行，赶紧把他带走。母后，快，来人！皇上，请。母后，这不走，放开这！皇上，皇上！母后，朱由基，难道你想弑君谋反？太后此话，臣不明白。你让家丁装神弄鬼，假扮华安高僧，想借着这场儿女婚事，把我们娘儿俩诓到你的府上，就是想让我们做王子鬼。还好，苍天有眼，李公公早就防着你呢，派东厂的人在你府周围警戒，一旦有什么异动，立马现身救驾。好在李公公真是料准了，你朱由基就是想当那篡位的逆贼。太后，臣冤枉。真正想谋反的是这个李锦中。皇上早已传我和谢天顺大人密诏，令我们今天当众擒贼。这些刺客一定是他派来的。皇太后，臣可以作证，惠王说的是真话。皇上曾密诏，命今日当众擒获李锦中，问他的罪，并派我调来漠北大军，现在就驻扎在城外。好啊，连军队都调过来了啊！真的打算谋反呢？别拿皇上当挡箭牌了。咱家只是皇家养的一条狗，如果皇上要拿下老臣，也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周章吧？空口无凭，密诏拿出来呀，也好让咱家心服口服啊！好，你不信，我现在就请出皇上的密诏和你亲手写的通倭密信，当众宣判你的罪行。皇上的密诏呢？咱家通倭的密信呢？你有吗？朱由基，你死定了！拿出凭据来啊！恒波，是那个恒波，你收买了谢家的那个丫鬟，他偷走了密诏。朱由基，你打着皇上的招牌，行反叛之举，你死定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狡辩呢？啊？密诏拿不出来，也没有办法解释刺客与你的关系。传太后懿旨，朱由基父子涉嫌谋逆，连同他的同党谢天顺一并拿下。是，前慢。
小鸡，你还想为自己辩解吗？可惜哀家不想听你那喋喋不休的废话。皇太后，臣不想做任何辩解。今天就算没丢密诏，就算是密诏在手，我们也斗不过这个阉贼，因为他的背后有你在给他撑腰。你这妇道人家，只知道宠溺内患。你不顾我大明的大厦将倾，大明就毁在你们手中。放肆！把他给我拿下！不要！我也是凤子龙孙，怎么能让他们的肮脏之手来玷污我清白之躯？各位良臣，拜托了，保我皇上，护我大明！父王无恙逆贼一并拿下！你带落英师走，好，快走！我不走，快走！别拉我！走，快点离开这儿吧！快走！带王爷走！放心吧，王爷交给我了。来，落英，快走！